中山城區博愛路上蓋嘅高品質新樓，之前仲買緊2萬蚊一個平方，依家做緊特價，9000零蚊嘅單價，總價80零萬就可以入手間裝修好嘅大3房單位，輕車上陣，低至12萬嘅首期，月供3000蚊，你就可以收樓入住啦，完全係抵過租樓住酒店㗎。整個屋苑以全面落成，發展商為澳資企業學田地產，佢同上一屆孖國特首有着非常親密嘅關係。再睇翻呢個東南亞式嘅小區園林，豐富嘅生態綠植，綠樹成蔭，再搭配220米長嘅疊層式 EE 水景元素，寓意流水不爭先，爭嘅係細水長流，大大咁提高咗整個屋苑嘅一個生活質感。厚實嘅背景，以人為本，優越嘅地段，實惠嘅銀碼，小弟特別推薦啊！一齊上去睇睇示範單位。尊貴嘅業主歡迎回家。咁呢一個嘅話，一個88平方920尺嘅3房示範單位。率先嘅話，入戶門係我哋嘅實木門以及4合1嘅智能門鎖。右手邊嘅話係做到5線嘅一個到頂嘅玄關入戶櫃。OK， 咁整個單位嘅話係一個 LDKG 嘅戶型，即係當下最流行嘅一個戶型 design 㗎啦。主體嘅話用到嘅係一個和式嘅原木風。咁整個公區嘅話以及房間都係做好晒呢個中央冷氣以及風管機㗎啦，帶埋冷氣交俾你。咁廚房部分嘅話 L 字型，會有一個生活露台，咁呢個嘅話可以改造推出去做晒封裝，整個廚房嘅空間更加之大啦。櫥櫃方、地櫃、吊櫃都用到嘅係我哋索菲亞交埋俾你，包括呢個方太嘅3件套。咁呢個嘅話就係一個消毒碗櫃，而唔係洗碗機㗎啦。設有呢個單門嘅一個500升嘅冰箱，上面都係收納空間，整個廚房嘅收納空間係非常之飽滿嘅。咁飯廳部分啦，4人嘅一個長台，延伸出去嘅話就係一個3.5米開間嘅客廳㗎啦。再過翻出去就係我哋嘅露台。咁呢個嘅話係一個4樓嘅一個拍攝樓層。咁低層嘅話更加享受翻小區嘅一個園林配置。咁對應出去嘅話，前面嘅別墅都係4樓。如果高層嘅話，佢嘅視野會更加之通透㗎。3公里範圍，7分鐘車程，覆蓋3大商圈，遠洋大順、Coco City、富日城、Top Park，而且呢3大商圈都設有香港直通車站點，幾乎覆蓋全港。選擇呢度係可以俾到你出則繁華，入則寧靜嘅舒適感。東區部分嘅話，咁呢個單位嘅話，秘邊就得1個衛生間，咁3段式嘅，非常之靚仔，佢有明窗以及白牆做好晒㗎啦。OK， 咁過嚟嘅話，呢個就係第一個功能房㗎啦。咁呢間房相對嚟講嘅話就比較緊湊，如果睡眠需求冇咁強大嘅話，就可以做翻一個功能房。睇翻我哋嘅麻雀房啊，或者呢個衣帽間都 OK 嘅。咁第二間嘅話就相對嚟講嘅話就比較常區嘅一個睡眠房㗎啦。咁做埋衣櫃，咁都係單邊落床啫。咁就關鍵嘅就係呢個主人房啦，擺翻張5尺嘅牆，兩邊都可以做埋床頭櫃。咁呢個就係衣櫃，對應出去嘅話就係小區嘅園林景觀㗎啦。OK， 有興趣嘅朋友 comment 到我，我 send 詳細資料俾你，免費專車接受實地考察。